群众朋友食饱未？老师平安。平静平安。顶礼拜咱讲迄个行路，行过行路的牧师，行过什么山？行去台东浸水营古道迄条路，对，足歹行的呢。对屏东开始，一直行到台东。咱今仔特别来骑马，因为行路伤慢啊，该做马吼。即个是阮囝细汉的时，淡仔看人骑马吼，已经袂记有即个迄个。即本我毋捌看过台湾人骑马呢。老师我敢若伫迄个饲马的所在啦，较有咧骑马饲马。对啊，平常人咱想无咧骑马。对，即阵的人咱像无骑马，因为坐车较方便啦。毋是啊，但是以前的人拢骑啥物？骑牛吗？以前骑马无毋对，以前牛拢驶牛车。骑牛是囡仔，囡仔要牵牛去食草，一个囡仔就陪一只牛去食草，迄囡仔就跳去牛的脚车顶徛咧，安尼嘛，迄是囡仔咧骑的。是安尼哦。毋过我细汉真正嘛无看过人骑马伫路顶行啦。你着现代人啊，甲阮古早人无相款。是，所以咱即阵是要来讲古早吼。即个牧师伊足够骑马，但是去互人用穿单呢，所以吼，嘛是，摔落马骹。嘿啊，为虾米伊要互用穿单？来为虾米伊个愿意来留伫台湾吼？感觉遮个宣教师拢足厉害。咱的朋友来啊，明辉你好，来是梅秋你好，还有妈妈吼，有足侪人，伊讲伊拢。歹势，踮遮写吼，知影恁拢伫遮看吼。好，所以今仔看到最后，因为咱今仔要来，台语要来介绍颠倒讲吼。啥物叫做颠倒讲？看观众朋友你敢知影？有倒几个话是颠倒讲的哦，会当写落来吼，看到最后就知影。好，所以即个无讲宋中间呐。宋中间看到即个字，大家拢讲啊，即个台湾的中国人，这毋是外国人，其实这是外国人啦。中间就是伊的名啦，伊的英文名叫做中间啦。就是用中间就是中间啦。伊就是伊后个佛语宋，宋用迄个宋做伊的姓。头前的 DUNCAN 就发音做中间。你要用台湾话读哦，你袂使用中国话。你要用中国话就拢毋对啊，就讲宋中间，就差足济。你若讲台湾话就宋中间，这就是伊的名。宋中间，真正的呢吼，伊的英文名跟中跟中国字的名共款，伊是英国人哦。中间的意思中平尽职，信用坚定，伊的意思是安尼，所以就叫做中间啦。因为伊有读过中国字啊，从中间早起来所有牧师拢总爱读台湾话，台湾话因个顺煞看汉字是安怎写，所以因拢加减捌一寡。伊即个牧师是1889到1923年34当。伫台湾这嘛是算久的哦，看迄个有通病的，看啥物人？上久的是巴克勒牧师啊，伊60当啊。60当，对。伊伫台湾有中营中个成立的时有请一个校长，叫做伊饶理。伊饶理校长，因为因的太太有较早的牧师，咱爱安尼分啦，就是讲伫英国要派去外国宣教的时阵，就爱分做，这是要出去宣教的牧师，还是要出去医疗宣教、医疗团队的，就派医生，就真正的医生毋是假。若要去办教育的，伊每一个所在拢办教育，办学校办学校啊！若要办学校，就爱请教育
教育界的人，医疗里就是教育界。这个牧师呢，因为医疗里第一任牧师因为伊的太太无法度适应台湾的气候，不时拢咧发烧。因为台湾的传染病足济啦，较早有寒节啦嘛足济牧师拢少年的都无法度抵挡迄款病菌，就拢死去啊。所以以后你就无法度就从离开台湾，离开台湾，中英中学就变无校长，无校长迄阵迄阵伫台湾遮有3校长，因为一个是台南新学院，台南新学院校长是巴克勒嘛。巴克勒伫遮，都伫中英中学边所以伊会代理做校长。甲即个宋仲坚牧师，算做因拢轮流啦，因为因家己有家己的职务，像巴克勒伊是算做迄阵算做大学的校长啦。因为中英中学读了以后，才会当去新学院读所以也算做大学的校长。宋仲坚牧师呢，伊是专门咧关心教会伫遐办教会的代志，咱个一个写佫有另外一个牧师，也是共款，拢有因的职务，因就轮流做校长，伊有3届，轮3届，拢总3当半做中英中学的校长。伊第一届是到36岁尔，36岁就做校长，对。这是伊的工课。伊就是讲伊的工课内底，咱较知影的较有记录。咱对于记录的册内底，还是对于公报社所印出来的新闻内底，咱会当个找到资料的，咱就来讲伊是这样。来，咱来看所以29岁就来台湾安尼。对来，伊是做和平的使者。伊含迄个巴克勒嘛是朋友因两个是同迄个时代来伫台湾。你看1985台湾毋是马关条约毋是甲台湾挂互日本嘛？日本人来是正当的毋过咱台湾知影较早有一寡人还佫无了解，有人无了解，有一个将军，就清朝派来管台湾迄个老英福。迄个将军迄个老英福伊是一个带兵有军官，那袂歹啦，伊是一个真好的军官啦。伊就要组一个台湾民主国就请一个做总统，迄个总统行到走去大陆，安尼伊临时代理做总统，伊就拍日本人，迄阵日本人过来，伊知影抵挡袂牢，因为兵足济你即个土地已经挂互伊，伊的兵也拢派过来，伊一定无法度的嘛，所以伊就假做，咱前间有讲过伊就假做一个查人，就溜，所以人讲无人讲，就是咧讲迄个老英福，伊徛马和平的使者，我讲即个人咱会记得，我有讲过啦伊是伫迄个对二千人遐即个部队对二千人起来，对小人们入来台南市，就入来府城就对啦。因为即个宋牧师呢，伊是徛伫中，巴克勒是第一只马，伊是部队的中，伊就是安尼入来，伊想讲已经到入来城就到因为伊要去伫马顶，是要落来，拢真紧所以就是跳落来马骹，日本兵就讲袂使落来，佫徛起哩，佫徛讲，敢若入城门无准算，带去到，甲因带去到迄个老英福护旗将军的总部，就是指挥部啦，一定爱带到遐才会使，所以伊佫爬起来徛马，佫继续行到即阵台南市的英福国小。英福国小就是英福是老英福纪念伊，所以迄个所在条路叫做英福路。伊的指挥中心就是即阵的英福国小啦。这个尾就对小南门，就是对台南师范学校遐踮咧台南大学，即摆个台南大学遐，对遐入城，入城就一直行到英福路遐。
安尼才有准算吼，安尼才是甲日本兵总司令带来到台湾的总司令，吼，较早台湾总司令就伫遐。你若袂记哩，会当转去看进前讲的吼，巴克的牧师的即个故事吼，会当看着即个地图啦吼。咱来看咧宋中间牧师即个人，咱来看一段圣经好啦吼。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5到16节。哦，伊则讲迄圣经内底安尼写哦，恁着谨慎，毋通用歹报歹，着不时互相好款待，互相好款待，搁好款待免一个人，着常常欢喜。就讲恁吼，所有就讲所有基督徒爱常常欢喜啦。爱毋通用歹报歹。讲迄个人对你歹，你着要甲伊用歹对伊，对你好，你甲用好对伊。圣经有假释讲安尼，你甲别人有啥物无共？大家拢嘛安尼，人对我好，我就对伊好；人对我歹，我就对伊歹。安尼大家拢嘛是安尼，要安怎表现你是上帝的人？就讲人对你歹，你有哪对伊好？逼你的人，你替伊祈祷。怨恨你的人，你替伊祈祷；你无怨恨，你有愿听伊，这就是基督徒啦。和平的使者，伊是安怎和平？因为伊写一本册，为什么咱知影这个代志？你若讲有人安尼讲，到时迄内容拢会走精啦。因为宋中间牧师伊有写一本册啦，伊甲迄个记录写落来。伊写落来就讲伊安怎来。互百姓要求拜托因两个人去向日本人讲和平进城，莫甲阮拍。因为你敢知影有几个？咱知影古早吼，台湾的强盗足济啦。毋知。像阮住伫草地吼，阮兜毋是讲有钱的人是做失人，毋过阮兜一个，迄阵大家。大厅拢有一个红架道，你敢知？阮的红架道有人互迄个强盗入来举刀扑一徛，到我大汉抑个伫咧，抑个有看到啦。因为迄阵就是好城的人为什么要拜托圣的牧师去讲呢？因为伊讲老英雄已经逃走去啊，伊的指挥官已经无啦，所有的兵留伫台湾要安怎？遮的兵。就拢会变成土匪啊！因为因无职业啊，袂当也袂晓做事啊，也袂晓做工，干会晓熟啊，无领袖啊，无饭通食，要怎样？因着做土匪，就去共抢嘛。所以百姓惊即个啦。第二惊就讲日本人因为老英雄占伫即个所在，老英雄要派日本兵啊。日本讲即个总司令是足够小战的袂使南散，所以因的军队拢准备较足，讲入来就要甲台南市拍互安尼，算做拍互安尼，暖就对啦。百姓当然烦恼啊，讲因礼拜拍台湾每礼拜好城都无兵通抵抗啊，要搁来拍安尼，咱是。所有百姓拢加衰嘛，第二就讲，老英雄走，兵一定变土匪，无伊要做啥？一定会来抢嘛。所以就种人的心足烦恼，就请牧师去讲讲个由日本来统治，安尼才会歹人，才会收束，无会乱啊，社会会乱，因咧想安尼，所以迄阵的百姓真惊，恁着。爱知影讲台湾迄阵为什么安尼？所以后来有人误会讲是迄个英国人带日本兵入来，那是安尼。咱即摆已经了解，并毋是安尼啦。为着和平的缘故，为着百姓的安全，因带入来。咱了解一点就好。来，咱来看徛尾牧师，咱来看即个故事哦。即个原来是同款的，为什么原住民要拍人，要拍新闻人？
上大新咱看有一个吼，我看过一本册是天主教的神父写的吼，伊讲伊的印象，讲来台湾吼，讲拢看无基督徒诶，伊拢无呢，毋过讲信耶稣的拢总无毋过伫山地呢，会当原住民因会晓读圣经，奇怪，哪有圣经？台湾哪有圣经？原来伫荷兰的时阵，因就已经有用罗马字写神讲语，就是台湾话的圣经。已经有写，因还阁老咧，一寡老的还阁会晓读圣经，还阁会晓讲圣经拢总还阁会晓。讲但是伫汉人内底拢无，汉人迄阵足简。伫大陆来遐罗汉骹足简诶，因为伊想讲迄东部有人咧讲东部有足侪金嘛，爱着要去找金嘛金矿啊，迄个黄金足值钱诶，你找拢找无，找无伊就问原住民，原住民嘛毋知影，就无甲伊讲伫对啊，拢无甲伊讲伫对有黄金通去挖啊。即摆因无法度就失望，就想要转去，转来西部啊因为西部咧生活较方便。即摆最后讲设计讲，阮要离开阮营业来请恁请恁全部诶人，因原住民全部诶人就拢足欢喜诶，就出来食青草因咧食诶时遐汉人讲走入去共物件拢偷摕啦，佮共拍死安尼所以讲住民就足讨厌迄个汉人，就是对大陆过来遐诶人，所以伊看到西洋人就甲拍，实在有较早诶背景，毋是讲因歹心，其实因有一个，因为有一个传教者咧讲讲因其实因真好心啦，伊讲有一个例，伊讲一个汉人讲迄个。共骂，讲迄足粗鲁话，甲人骂。迄个原住民迄个讲，阮无要安尼讲阮是算正派诶人就对啊，阮无要共骂总是甲伊教训，甲伊讲毋通讲迄款歹听诶话，骂人诶话。伊足侪所在拢知影讲因诶本性并无歹，你若小可甲伊牵教，若是讲。拢好款待伊，就拢好就是安尼来。所以咱知影送中原牧师互清拍，伊也无怨恨原住民。伊虽然对马顶落落来，因为伊无，咱想对伊诶胸坎遐有拍过，可能有小可伤尔，伊有摔落去马骹，毋过伊起来以后伤好去，就拢完全无怨恨，佮继续，佮是去山顶。照常传道啦。伊伊从徛马到家己4点钟，这是伊诶记录。伊讲4点钟就到家己，对台南到家己。即阵坐迄个高铁为台北当到高雄屏东嘿，所以伊迄阵牵遮诶人就去伊中华遐。中华因诶中华，咱知影中华有一个基督教病院大家拢知嘛迄个开始安怎出来，咱爱纪念迄个宋仲基牧师啦。伊顿甲政府阁一个咱代表，咱以后甲来讲咱大卫啦，咱这个大卫。以后甲来讲伊今仔讲到遮，咱来看安怎学习台湾话。好，咱今仔要讲诶是颠倒讲，这应该应该几集有讲过应该嘛阁有足侪观众朋友若知影会当阁写来想讲即个是台风，台语叫啥物？颠倒讲诶，你若要找迄个词要找100个无啥物困难，足济啦。咱一个较通俗诶，拢定定咧听诶就好华语讲台风，台语一定讲风台啊。当然，台语有人咧讲台风，台风翻做台风。毋过你若讲台风诶时，咱感觉你即个台语听着足歹听诶啦，阁是听无所以讲有若是爱讲
正确的台湾话，若要讲就讲正确的，若无就变讲华语起来嘛吼。来秋千叫做田秋，我们来海田秋，海田秋，无人咧讲海秋田。电刀柄，来饲养叫做养饲，来猜谜叫做比猜，电刀柄讲热闹个闹热，闹热电刀柄讲诶来华语诶圣经内底定有彼得就是什么石盘石磐石啊，盘石就是石盘，咱咧讲石盘。对，正经拢讲盘石，无安尼毋对啦，爱石盘，来不长久你做等于不长久第一个美久长美久长，客人客。台湾话若讲台湾话，你若讲客人变啥？客人就是客家人客家人毋是人客，毋是客人，客人是客家人。台湾话是另外一个意思来母鸡叫做母鸡无人讲母鸡，无人讲母鸡吧大家拢讲鸡母。毋过但是鸡公有时讲鸡公拢是共款，因为讲牛牛母来牛公，嘛是无人讲牛公，人讲牛港，牛港第二音拢迄个狗公你讲狗就狗母狗公是安尼讲。是安尼。公鸡叫做鸡港雞角，即個雞角雞角，咱講雞角就是公雞啊。公牛叫做牛港，雞角牛港，是安尼。來便利個里邊，這樣做很便，反正便利就是里邊啦，里邊就是便利啦。個當然個有真濟電腦邊講的真正有當時攏無法覺無法見電腦邊講，對，無法見講毋對，還是無法見愛電腦邊講較對真趣味所以呢，咱今仔日學足濟會當繼續寫應該有100幾個不止會當繼續寫落來知影的人所以就是講，咱佇即個宋中間，毋是中間講毋對。你讀英文啊，英文就是中間中間對。中間牧師雖然伊做後徛尾，但是去馬頂跋來了後，閣爬起來佇遐跋倒閣爬起來就好。咱講原住民甲伊彈，嘛毋是雕工的是因為因進前驚啦，就煩惱人要來搶因的物件，創啥？是，就是去互騙過所以會驚嚇所以咱即陣毋是要講因的歹話咱是要來講足濟代誌發生攏是有原因的嘛希望足濟民族會什麼進前會相拍即本世界足濟戰爭其實攏知影以前攏有發生什麼代誌，所以即本開始戰啦但是若會當想即個中間牧師安尼毋通用歹報應歹是，就是講迄句要安怎講？好款待好款待人款待人對每一個人攏愛好款待，就是講愛對因較好咧，毋通用怨恨來對待怨恨。對，安尼的話咱的世界應該是就無遐尼濟戰爭聽講除了戰爭，今年上大的挑戰是啥物？就是迄個冰山天氣啦，
即阵的天气，天气嘛是吼，就是听讲个一冬冰山都无冰啊吼。即个美秋讲的吼，伊讲宋冬野牧师应该爱台湾美食，因较早宣教书吼，你敢知影？因逐项拢食，你会记得？咱较早毋是咧讲迄个去山顶吼，去食鸟鼠吧，个逐项拢食。讲原住民请伊啥？伊请的当然因掠原住民掠准那是上好的物件，要请。对啊，什么狗请的闹，伊感觉足惊的，毋敢食，嘛是爱忍耐甲伊食咧。宣教书是无咧分有美食啊，无美食啊。对吼，去到倒一个所在，像我来斯洛伐克，但是我其实也毋捌食过因真正的斯洛伐克的物件，因为看起来那像无好食，所以也无迄个宣教书的精神吼。所以今年的新愿望是啥物？希望会当搁较侪了解咱住的所在吼，即个族群吼，因是发生啥物代志，那会当搁较了解因，会当甲福音传互因吼。免错讲，住庄脚较有福气吼，会当听有机会对无吼？因为宣教书呢，像拢是去迄个较散乡的所在啊吼。拢带新去对无？所以踮在山顶的福音较好传啦。好，你看你较好传对，所以牧师介意食伊的话哦，嘛毋是哦，应该是不得已，逐项都爱食吼。咱嘛是多谢吼，多谢咱的朋友啊，祝福逐个吼会当诚欢喜吼，真健康吼。后礼拜一个 AM 共款台湾8:10，泰国7:10，澳洲1:10，做伙来讲台湾的故事吼，宣教书的故事。这个节目是台湾台南宣教会林老师、泰国的天幕基金会联合主持吼。祝福逐个人拢会当有会记家己饲一个赞哦，因为咱拢是安那继续坚持，像迄中坚牧师安尼吼，双中坚牧师，坚持到最后的人哦。好，安尼大家后礼拜再会，多谢，再会，多谢老师，平安。平安。